看来尹总还是没有准备好啊。各位，你们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一直反对云世腾做电商计划，你也知道。我只想让你帮我做件事情。我绝对不可能伤害石头的，你们死了这条心吧。你没有做过伤害云世腾的事吗？你为了前夫挪用公款，云世腾知道了怎么看，警察知道了怎么办？你好好想想吧，你比我了解他，用不着我提醒他。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。这个 U 盘里面有一个病毒程序和你挪用公款的证据，希望在明天云世腾电商会议之前，你能够把病毒植入到他的电脑。电脑坏了，可以再买一台；电商计划没了，可以再做一份。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会办到。只此一次。公司仓库的货和单子对不上，我目前还没查到原因。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跟程程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先不跟你聊了，改天联系你啊。谁让你坐这儿的？这是我家，我连自己的床都不能碰了吗？搬进来那天我就很明确的告诉你，现在这儿归我。你想休息是吧？嗯。行。仓库少货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原来你还会关心公司的事儿啊！我以为你就只顾着和你的小情人甜蜜呢。什么小情人啊？今天荷兰姐可是拍到了一张非常精彩的照片，现在还在我手机里呢。你竟然找人监视我啊！你想多了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公司的事情，我可没有功夫监视你，我也没有那个兴趣。石头，对不起。看来尹总还是没有准备好啊。各位，今天的会议出了点小状况，先散会吧。等一等，尹总，刚好今天我有个事情要汇报。尹总最近为红顶的事过度操劳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新助理也在为尹总努力的分担呢，但是红顶的事务繁杂，还是有些个力不从心吧。韩副总，您说这话
是什么意思啊？进来吧。这是犬子韩志明，才从国外的商科名校留学回来。因为看到云总的事务繁忙，所以希望他能留在云总的身边，做您的助理，为云总分担红顶的事务。希望云总能理解我的一番心意。大家好，云总好。韩副总，红顶的事务由我来协助云总，还不劳您费心。秦助理这么自信满满的，为什么今天的会议报告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呢？云总，现在红顶许多事情都有变化，我想你需要一个人来分担。况且，秦助理和你的关系一直密切，这难免会有些人说三道四，觉得领导不公。这次我让志明做你的助理，一是相信他的能力，二呢，也是为了咱们红顶的发展考虑。希望云总能理解我的一番苦心呐。云总，我觉得韩副总说的很有道理，多一个人帮您分担压力，也是好事儿。是啊，云总，我支持韩副总的决定。好，红顶是一个民主化企业，我尊重大家的决定。散会吧。这文件怎么会自动删除呢？该不会跟方案丢失有关联吧？你是说还有人在搞鬼？有这种可能性。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，我们还是重新做计划吧。好，你也别生气，这件事情至少能让我们以后有个防范。我不是生气，我是觉得受到的阻力太大了。韩元仓打什么鬼算盘，我很清楚。今天又莫名其妙的让韩志明成为了我的助理，以后困难会更多的。韩志明这个人的简历我看过，他是企业管理学的硕士，有一些管理的经验。就能力而言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红顶需要的人才。咱们也别想得太糟糕了，也许他跟韩元仓不是一种人呢，先观察观察看看，你说呢？请进。韩助理，你来啦。你好。你们先聊吧。云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